嗰個人士係失聯，仍然喺醫院，其中7人係危殆。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慰問。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行嘅支援。習近平主席對於今次嘅大火高度重視，第一時間了解火災救援同埋人員傷亡嘅情況，向我轉達佢對遇難人員、殉職消防員嘅哀悼，對遇難家屬同埋受災人員嘅慰問，並且要求中央港澳辦同埋香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撲滅火災。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我亦都感謝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向我提出會全力支持。到目前喺消防人員嘅不斷努力之下，現場嘅情況係逐漸受控。目前為止，消防處處長評估佢哋係有足夠人手同埋能力係控制同埋撲滅到火場嘅火災嘅。一陣間呢，我會請消防處處長同大家喺呢方面去講解。我今日呢係到訪咗大埔社區中心嘅臨時庇護中心，探望咗疏散之後去呢一個庇護中心嘅居民。喺庇護中心裏邊有86個家庭，有169人。喺庇護中心為佢哋服務嘅，包括係有醫生、護理人員，有民政事務處嘅同事，有社會福利處嘅人員，有警務處嘅人員，有紅十字會嘅一啲緊急救護嘅人士，亦都有關愛隊。喺我探望佢哋嘅時候呢，其中有一個夫婦，丈夫係70幾歲，佢同我講述當時佢嘅情況。佢當時呢就係啱啱係出咗街買嘢，但係買嘢返嚟呢就睇到個火災啦。另外嘅大約係10多位入咗庇護中心嘅人士呢，我亦都係安慰佢哋，表示呢我哋會係提供所有佢哋希望嘅任何服務。一陣間呢，我會要求萬庇捐局去同大家講解下喺呢方面我哋點樣去支援有需要幫助人士嘅各種工作。我係極度重視今次嘅事件，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首先嘅工作，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同埋救援被困嘅居民。第二係救治傷者，第三係支援善後。跟住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喺滅火同埋救援被困居民方面呢，消防處係調動咗共140多輛消防車同埋60多輛救護車，而被動員嘅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呢係800多人，亦都使用咗無人機去了解災場嘅情況。我指示咗消防處係動用晒所有佢需要嘅資源同埋人力，去全速去撲救今次嘅大火。我亦都話咗俾消防處聽，政府所有嘅資源都會全力去支持佢今次
撲滅火災嘅工作。現場嘅火係逐步受控，而家睇到咧係有3棟咧喺出邊睇係已經冇火光㗎啦。另外咧係有4棟咧，我哋係睇到有零星嘅火光。一陣間消防處處長咧係會同大家講解而家撲滅今場火災佢哋所做嘅工作。第二方面咧係救治傷者。醫管局咧已經係啟動咗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統籌同埋協調安排咗9間公立醫院嘅急症室作出戒備，其中咧新界東醫院聯網3間急症醫院，包括那打素醫院啦、威爾斯親王醫院啦、北區醫院，包括急症室同埋其他部門，例如深切治療、燒傷科等不同部門嘅同事咧，都全力以赴咧係進行救援。北區醫院咧亦都派出咗一隊醫療隊，同埋威爾斯親王醫院亦都派出咗1名醫療控制主任前往現場去作分流同埋提供緊急嘅治理。由於涉及多名燒傷咗嘅傷者，瑪麗醫院同埋威爾斯親王醫院嘅燒傷中心同埋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高壓氣治療中心都已經係準備就緒，隨時係接收受傷需要診治嘅人員。我已經要求醫管局統籌全力救治傷者。稍後呢，我亦都會請盧局長去同大家講解下救治嘅工作。第3方面就係支援善後，向死者家屬、傷者以及受影響嘅居民提供援助。大埔民政事務處已經開放咗8個庇護中心，民政處亦都已經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直至9點半，庇護中心使用嘅人數大約係900人。民政處會密切監察情況，按需要呢係繼續係開放更多嘅庇護中心。大埔區已經派出全區嘅關愛隊支援，亦都動員咗沙田區嘅關愛隊，民安隊亦都動員咗人手配合庇護中心嘅工作。大埔民政處同埋沙田民政處已經喺那打素、威爾斯親王醫院同埋北區醫院設立咗跨部門嘅援助站，為受影響嘅居民呢係提供協助。大埔民政處會協助有需要嘅死傷者家屬申請緊急救援基金或者係特別援助基金，亦都會為佢哋聯絡其他慈善組織嘅各類援助基金。社會福利署亦都即時安排社工同埋支援人員去現場救援站同埋各個庇護中心，為居民提供協助。另外，醫務社工亦都正為傷者同埋相關嘅家屬提供情緒支援。經民政處聯絡，香港紅十字會呢亦都已經係全面派員呢去提供情緒支援同埋簡單嘅醫療服務。一陣間呢，我都會請麥美娟局長呢係同大家係講解下呢方面嘅工作。第4方面就係全面調查事件，查出火警嘅起因。警務處、消防處已經成立咗專責小組去全面調查呢件事件，一定會提交俾死因研究庭。另外，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